对队友，这里就是怒江大桥，看见江中心的那座桥墩没？那就是咱们得仰头致敬的英雄桥墩。哎，不，我刚就瞅着它不一样，比别的墩子看着更沉实，这里面是不是有啥故事呀？这可不是故事呀，是咱们真真切切的忠魂在这儿守着。当年建桥，有位战士脚下打滑，掉进注修的桥墩里，刚浇筑的混凝土瞬间漫上来，战友们伸手拉，连他的袖口都没攥住。那他就这么跟桥墩融在一起了吗？是啊，最后只能含着泪把桥墩筑完。你看这桥墩经得住怒江几十年的冲刷，不光的是靠钢筋，更是里面裹着的热血在撑着。刚过的时候听见车鸣了，原来是在跟他致敬啊！是呀，每声鸣笛声都是致敬。这座桥上往来的每辆车，每个人都是他在守着的平安。这墩子早就成了咱们心里的界碑了。